那写出来的时候就根本不一样嘛。那么就是一些那个作家是有学问的作家、文学家这些，他们写出来的那个诗啊，那些都是内容是一样，就是一个人说哇，一个人你很美啊，那很简单。那另外一个人讲出来的时候，他美不会先直接讲你很美，他就是像各种各样的，如同什么就是如同什么莲花，如同就是水什么就是或者是叶什么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在最后再说出就是你就是这样，就各种各样的使用了非常美丽的修辞，而且是著作出来的一个仪轨。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念的时候呢，就是用藏文念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而且也是会非常感动的。如果是能够可以理解一点点的话，那如果是一点都不理解的话，那就像那个滑冰一样的，就是就下去就可以就完了，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实际上来说的话，真正的在修念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得到感觉，所以就是有这种相当就是你们平常在修的时候呢，就是用一些普通的翻译不是那么到位的一个课本跟，如果是翻译比较到位的，就像那个普贤行愿品一样，这种修的话，那就感觉就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以后的话，你们也是尽量的，就是在共修的时候，我们已经是长期习惯了用藏文念。但是你们自己在修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翻译的那个词，用这个文字来念，也是可能是会更好的。那我们在这个今天本身我们这个六度目的仪轨的当中的有翻译词上面呢，我就稍微有改了一下，因为就是今天就是特别印出来这4句的原因都是这样来的，因为这个你们一定要。因为我们前面的第4句也有印出来嘛，所以就是要累积起来，所以最后也可以，可以这样用这样来可以修，当然前面的翻译的方面应该也是很对吧？但是我完全按照那个藏文的内容，就是要表达出来的话，那就不得不改一下，然后改了以后呢，就是更能够可以接近藏文的这个它的这个用词跟它的那个程序。所以就是也改了一下，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只是有这样改的话，我只能是把它达到就是里面的那个内容跟那个它的程序是比较接近，然后呢就是从那个修辞有就是达到那种修辞的它的效果跟能达到这种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来说的那肯定就是汉文的那个法跟文学方面非常有念。而且是翻译那个经书这些上特别有经验的人以外呢，就是肯定达不到的。那所以就是很多的仪轨的翻译的版本都是只是把内容直接就是把就用白话的方式去翻译出来而已，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语法跟那个修辞的那种配的那种的那个方式，这些方面都会比较少，但也是。我们就能够可以理解就可以。所以前面的第一个呢，就是礼敬求记明朗也。求记就是那它就是顶礼就像求鸡的月亮一样。求鸡为什么说求鸡？为什么不是春天？也为什么不是夏天？为什么不是冬天？那特别在4季里面就是选择求鸡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秋天的月亮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亮，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月亮的时候，当然一定要知道，讲的都是15的月亮，每个月的15的月亮才是真正的第2句，就是普遍圆满白真面，就是普遍圆满，就是整个圆满的。就是15的月亮才是满月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14号或者16号，就差了一天，就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那13号跟17号那就更不用讲了。那所以藏历每个月的15的那一天呢，就是月亮是最漂亮的时候。那个也是只是藏历啊，不是
阳历。那么阳历的话，就是不管月亮是什么样子，它是就是整个就是每年的时间，1月份大就是大，小就是小，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么在藏历的话呢，就是根据这些人文学的它的这种推算的方式，那就是每个月的15是月亮是最圆满的时候，这是做不了的。但这个呢，就是一年有12个月，这里面呢，就是为什么选择秋季那么秋天的那个天空的那个天气非常好，所以就是回春也好，迎春也好雾也等等各种各样是在一年四季里面呢，就是最少的就是秋天的时候。所以呢，秋天的月亮呢，就是15的月亮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张眼的，而且非常明亮的。但是呢，就是本尊如度母的脸，它的这个亮跟它的这种，就让我们人它的美的部分呢，是一个月亮一样。那就是这样讲的话，一个人觉得说它是跟月亮一模一样，好比月亮还更漂亮，就这样讲的话，那可能一定是很了不起的感觉嘛。但是实际上来说到本尊如度母的这个它的形容词来说到，那也是不止一个月亮，就是100个月亮，就是层叠上去的。那么就是一个月亮的亮度也不够，它的张眼度也不够，2个也不够，3个、4个、5个、6个，加到100。那所谓的这个些诗跟那些就是利用这些修辞的时候呢，那么这里面用到的这种100或者是1000或者10000都有，说100。不只是说是100，就是无量数的很多很多的意思，它不是刚刚好100，不是这个意思。说1000的时候也是刚刚好1000吗？也不是，就是很多很多几千个，或者是上千，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意思。所以呢，就是无量无数的月亮就是层叠上去，就是那当然就是美上加美，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上加好，就是一个很好，然后再加一个那就更好嘛，就是这种。所以就是在本身一个月亮圆满的那个15的月亮本来就是非常庄严，又是非常的漂亮嘛，非常的美丽。但是呢，还有不止一个，就是100个月亮层叠上去的这样一样的脸。脸的这种光。